大家好，今日會同大家介紹點樣用按摩球放鬆下肢嘅方法。喺示範之前，有幾樣注意事項要大家留意。第一，適度按摩，避免過分用力按摩，以免造成肌肉拉傷或者不適感。適度嘅按摩有助促進血液循環同埋緩解肌肉疲勞。第二，選擇合適嘅硬度，根據個人嘅舒適感同埋需求，選擇合適硬度嘅按摩球。過硬或者過軟嘅按摩球可能無法達到最佳嘅按摩效果。如果已經發緊炎，患處本身已經有相當嘅痛楚，應該用一啲軟身嘅波，譬如係網球。如果係一啲相對健康嘅身體，嗰個部位冇咁痛嘅話，可以用較硬嘅波，例如按摩球或者高爾夫球。第三，避免受傷部位，譬如係避免喺有傷口啊、淤青嘅位置，以免加重傷害或者不適感。第四，不宜長時間使用，我哋應該適度使用按摩球。如果長時間連續使用嘅話，可能會導致肌肉疲勞或者過度壓力。一般每個部位適度按壓2至3分鐘就可以了。以下落嚟，我哋會示範點樣用按摩球按壓4個部位。第一個部位係腳板底按摩，好處就係有助改善足底筋膜炎，促進血液循環，減輕腳板底嘅疲勞感。首先，將個按摩球放喺地面上，用腳板踩壓按摩球，輕輕滾動去按摩成個腳底。留意我哋有2個方向可以俾大家採用。第一個方向係上下方向。第二個方向係左右方向。我哋建議嘅使用時間係每隻腳大概2分鐘。除咗可以上下或者左右咁樣喐動之外，我哋亦都可以揾下腳底嘅最痛嘅一個點，揾到之後可以定住個按摩球喺嗰個位置，大概都係2分鐘。第二個部位係小腿腓腸肌按摩，好處都係有助改善足底筋膜炎，促進血液循環，放鬆肌肉，減少小腿抽筋嘅機會。我哋可以坐喺地面上，將按摩球放喺小腿嘅後面，用我哋嘅身體重量去控制按摩嘅強度，然後我哋嘅腳尖上下咁樣擺動。可以移動按摩球至小腿唔同嘅位置，繼續上下擺動腳尖。如果想再加重個重量嘅話，我哋可以用另外一隻腳壓上去底嗰隻腳。建議時間每條小腿大概3分鐘。第三，梨狀肌按摩，好處就係有助改善坐骨神經痛，減輕腰痛同埋下肢後腿嘅痛楚。可以坐喺地面上，手撐住喺地下，將個按摩球放喺 pat pat 嘅位置，然後將一隻腳放喺另外一隻腳上面，好似我哋影片示範咁樣，輕輕滾動按摩球，前後移動。建議時間每邊大概3分鐘。最後係腰部按摩，好處就係可以舒緩腰部嘅酸痛感。站立靠牆，將個按摩球放喺腰部嘅位置，
用身體嘅移動或者坐姿去控制按摩嘅強度，輕輕滾動按摩球，左右移動。留意啦，個按摩球應該放喺肌肉嘅位置，唔應該按壓喺脊骨嘅部分。腰部嘅按摩時間係根據個人需要而定嘅，我哋建議每一側大概2至3分鐘。請注意，進行按摩嘅時候，要根據個人嘅舒適程度調整按摩嘅力度，以免造成不適。按摩之後，可以進行一啲輕微嘅拉伸動作，去進一步放鬆肌肉。建議喺每日運動或者睡前進行呢啲按摩動作，有助緩解下肢嘅疲勞同埋促進身體嘅放鬆。